条绣花辫，蓝色个帐子颜色的，手掌的个紫丝红，都是小子玉成的，红毛面上绑白灯，铜的老虎是两斤斤，一朝宝剑分足玉呀，两边的张玉是真命啊！阿暖啊！这家奴今郎心内一呀郎心，我这家我四周旁边请东京，高兴文章做重点，给东起写其实身分垃圾。娘家奴哎呀三八的，这团都是分不腾，女里草木土家西，钻石高见十八里，个金银首饰样样有，我这家奴真正莫闹两三生，十里公章两玉佩，阿内侬应该听娘命。阿暖，跟王啊有的不家气，个事啊有的不家气，个5年的人，侬倒是没看见过呢。祖娘都来了宋王庙里，老早看见过在。阿暖。阿暖一身打扮发太白，个西瓜子东儿过台，个袋袋里想挣饭块，个子东里想扛安菜，个这一步浪外头来我一看，个这两步这个的。我一般跟大户人家去讨讨，小户人家去个讨着有的吃，讨不着肚皮子喊我起来，个夜里下马了庙过了去安山，东哪里不是穿花带，否则来东当靠背，西北的市场给，一困到半夜里，个我有三呀我了宝贝。个弄得杀戮宝贝，不是为是对大对，个曲中波是想啊喂，跳上我来整理比你我的亏大亏，要去这么水跳开，那小 baby 你我分了气，侬为啥要跟好玩了